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7到6月7日，要伫咧瑞士举办。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强调，美国非常支持台湾参与 WHA， 不过台湾到今拢还未收到邀请函。为了要争取到国际支持，外交部有推出宣传影片，透过新南向医卫合作计划，用实际医疗案例来讲故事，向国际社会来表达台湾是国际上的成员，台湾也是会当倒出来的。 Untuk dokter saya adalah dokter saya. Saya sangat bersyukur telah dilahirkan kembali untuk kedua kalinya di Taiwan. 这个印尼囡仔 Sherlyn 拄出世就有打倒闭锁，爱做肝移植手术。透过台湾的新南向医卫合作计划，转到台大病院手术真成功，即摆已经11岁。外交部把这个故事拍出影片，要让国际知影台湾加做国际社会的成员，台湾会当斗相共。 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传达台湾在国际医卫合作上的卓越贡献，以及台湾能帮忙台湾 can help 精神，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支持，共同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参与，使全球卫生体系更加完整完善。 台湾伫2009年到2016年，拢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了后就无受邀请。今年 WHA 会议5月27举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这个月7捌对外表示，美国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 Mark Lambert 顶日来讲，是中国创港界土联合国275号决议，这个决议并无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pressing UN officials to allow Taiwan to have access to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se bodies. We need to stay focused. And we can't give up. 争取国际对台湾的支持，卫福部长史瑞元7日也到苏瑞典西部的出名媒体《新荷兰日报》，呼吁国际了解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支持台湾参与 WHA 和 WHO。咱外交部也表示，台湾透过分享，愿意甲国际社会共同追求达成人类最高健康水准，这个 WHO 的目标。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